敢是我甲问佛法的代志，敢有啥物过失，敢有啥物错误？敢是我业障重？伊就足艰苦啊！伊就去甲黄果禅师讲，安尼我要来离开啦。伊家己感觉讲心肝艰苦啦，业障重啦。那黄果禅师讲，安尼你若要离开吼，你去大义和尚遐，伊就会甲你解开你这个疑惑啦。过去的修行者，互我看这个公案，互我感受着讲，过去的修行者真正有尊师重道，伊其实自心当中道啊，是讲因为搁互一个西仔去甲伊捧的懵白，伊有听老师的话，听黄果禅师的话，去大义和尚遐。爱去找大义和尚的时阵，伊有甲伊原底呢，原底这过程讲吼，讲互大义和尚听。大义和尚甲讲：“哎呀，黄果禅师真的是老婆心切啦，为你贴困。伊为你贴困，你搁伫遮咧为着遮咧有啥物过失，无啥物过失，啥物业障，伫遮咧苦恼。结果呢，这个灵济禅师当下怎啊开悟？当下怎啊开悟？互他要来做参考。灵济禅师伊就讲，伊。”当当时还未开悟的时阵，是安那遇到大义禅师，伊怎啊开悟？因为大义禅师甲一点尔，伊怎啊当下是当子的平子的心，伊的头壳内拢无想啥，怎啊甲伊指点伊的困处？因为未开悟，拢是心法，心外咧求法，心外咧求法，着法，怎啊困住？话搁讲倒来，现在心就是安那，拢会向外。低见心头前面讲的，拢会低见五见，尤其这种知识饱满，所以更加咱爱注意着咱的起心动念，慎独气念解伏，气念解拔，勿攀缘处境。互项呢，拄仔准备这个题目，拄仔转去庄骹，足侪年捌看过人咧念护心网迄种的。迄护心网迄个念天天规哦，网安尼，迄个护心也袂网啊，护心怎啊飞落去哦？飞去念的尔，就走袂去啊！伊骹叮当，伊哪要走结果念一个哪动？迄阵怎啊看着即路怎啊讲？哎呀，咱自心当中，咱嘛是明知影山有好，偏用好山行，明知影约袂摸一个，袂吸一个。毋过咱有时会家己五知五见啦，家己咧想法，感觉讲应该是无要紧，有时应该讲无要紧，有时往往咧做了罪过错，因为咱的心呐向外去攀缘，攀缘就是自心无法度自主向外，向外当然就会着幽情啦，就会去着不，也许安尼是文义解。咱拢知影，迄个金碧峰讲起来修持已经是足来啊呢。伊修持甲有法度通互皇帝甲伊赏赐入法安尼，咱算高精啊。但是伊执着一个入法尔，有缘无法度啊超脱轮回，无上辈啊哪要来甲掠呢？当伊去听悟着讲，甲迄个入法怎啊对空中弹去？这个气念解拔，伊无爱搁吼，伊就是迄个业果嘛，就是迄个业果来使得伊无法了断轮回，所以断掉扫这个上去啊，伊就有法度通啊真真正正了脱。那么这个典故会当互咱感受，咱要安怎去掉去掉这个执着，确实是咱当前的课题。咱师尊老大讲修行无啥物，就是六字去彼此解毛病，就是安尼。遮讲无以之苦殊当离，如是行者则如是。啥物叫做无以之苦？世间的一切苦拢是无意义的，殊就是必须爱安怎？爱当斩爱斩，当离爱离，当放下爱放下。道理安尼讲，敢若真简单哦。但是拄着紧张的时阵，这样子了，伊才讲如是，后壁如是，头前的如
是讲安尼，如果安尼的修行者，那我当放下，才有法度通啊后壁讲如是就是自由自在，如如不动。吼，若这讲起来呢，会知啊，讲师嘛有在讲专处不留情。啊，要讲吼，师当然要放下，咱要安怎专处？咱要转还入性，要超越，这爱勇敢的把这个社会世俗珍惜讲啊，爱讲 no 呢，爱迄个智慧点爱摕出来呢。但是如果这个无意之苦，咱认识阁袂清楚，阁袂清楚的时阵，阮啊照常聊落去哦。所以菩萨因讲为因，因为伊知影歹因结落，就是一定这个不真的果一定会出来。那做了不良的因，一定苦果一定出来。啊，众生就是矛盾，就是安尼。缘动路，毋过拢做地业因，是安怎咱的前辈才对于真理的即种推动遮尔要紧？因为如果咱若无了解的时阵，往往明明是苦的因，苦的因若毋知影，无甲节制，例如语来伊讲，见不贤如探通，哎哟，紧是刷紧走，毋过往往毋知影呢。那安尼后壁要讲如是会当，那像安尼讲要会当清净自在困难，会知影咱杨玲咱咧讲的迄个怡正义，伊嘛家己感觉讲，我着做较侪善事啊，是安怎我的命运阁袂改变？吼，迄个赵文公，迄个赵文公，伊着甲伊讲啊，讲你躲灾祸都来不及，你还求福？安尼咱甲想，所以讲，这个无义之苦、无意义的苦，咱必须爱会清楚，会清楚。哦，较拢安尼想，咱若听到下晡时，若听到迄个垃圾车、粪扫车啊吼，较早是少年的祈祷啊，真有改啊。当若听到垃圾车、粪扫车来，拢紧是煞要安怎？紧甲伊等讨甲，因为无希望粪扫囥大厝，囥大厝会生蠓虫。吼，啊，种长隔热也拢在发现，所以逐个拢会紧要甲粪扫弹出。但是咱自心当中这粪扫贪嗔痴爱酒色财气，哪会甲咱调调？应该嘛爱亲像粪扫安尼，粪扫车来紧甲弹出，敢是？但是若要认识清楚，有缘乱乱不暇，有缘而且业业苦流转门一直流转，所以互较感受着讲。要安怎专处不留情，转弯处，要当弯这个，敢若讲啊讲，要真正有法度通扭转乾坤，互较拢在想。咱咧讲啊讲，啊，着转心念尔，心念若转，一切着拢改变啦。有时啊，心念看安尼讲，一个心念尔，要安怎四鸟破千，经过业将消。过去，迄老一辈捌安尼开玩笑捌讲啊，讲明明讲迄个毋通嫁啦吼，啊伊嘛是自认为讲他会给我幸福，他会为我改变，吼啊怎啊感觉一直痛苦，所以讲是安怎咱讲明理的重要，要离这个转弯处，要会当领悟体会，修学道嘛是咧修这个所谓精神，咱嘛是思想一种转变。思想若转变，有光明的思想，有正确的思想，有道气的思想，当然啦，拢行向光明。咱好老前面就甲咱慈悲，越强越富，宇宙富；越富越强，功德富。哦，坦白讲，互咱呢，人啊接到这个吼，互我跟着就欢喜啊吼。啊，不过咱有哪来共同参考？越强越富。哪善得哪好业，这个强就是安怎？人讲声闻分闻，搁有人咧讲，若咧善甲讲家徒四壁，就讲剩是四壁壁，拢啥物拢无啊，善甲拢无啊，拢无啊，就是空啊。哪空，哪会哪富？咱想，就是因为虚空，因为空才
成才，才有法度通啊山河内底，才有法义国清秀，草木丛林，恶法善法，恶人善人，就是伊可毋只向立遐济，厝遐大，照常伊甲先接哩，水遐大，所以讲才咧讲生海，就是。 毋只係講宇宙，哪有法度通啊？連義我清秀攏來，因為伊空才有法度啊用力。共款來有來咱自心當中，咱自心當中即個強，甲攏無爾，連咱的心骨攏甲截除掉。那安尼就會哪有智慧？咱自心當中聖者就是。 因为圣者因就是无物，所以因能生万法。因为无物生万法，所以哪成理？但是道德经拢有注意讲，众人皆理，理我独有疑。啊，世间人拢啊希望剩较济啦，啊剩较济安那，剩较济拢嘛想讲要拥有较济。 啊，哪想要爱哪济，其实会变成自私自利，啊，怎么做不利？啊，要爱哪济，甲家己呢钱甲十统统。其实讲起来呢，咱应该爱留给自己一些空间呐。咱若咧坐公车，哦，钱甲咧讲啊，这3斤鱼，啊，若人一直落车落讲，哦，安尼加足轻松诶，加足灵诶，这个道理咱知，毋过咱自心当中。 咱若无去甲截除，甲这个物件，包括外不心不甲伊截除，无法度啊大家治治。所以讲，咱好老前人，伊是安怎有法度啊做出五大牺牲？是因为伊自心当中，伊已经无物件咧，伊的生命拢袂当奉献啦，伊哪阁有啥物袂当奉献？吼，咱邱老前人。 伫维明寺内面来讲的讲，伊啥物拢奉献出来啊，连身躯拢是公物啊。所以哪有法度啊放下？这个强就已经空啊，所以伊哪有法度啊牺牲？自然这个富，岳父就讲伊的内德，哪丰富伊的内德，伊的智慧哪显现？那岳父岳强就讲内德哪有？伊呢？伊哪有法度啊放下？ 才讲功德富，功就是不离自性，德就是应用污染。伫即道遮，咱会当看到，咱金刚经讲爱扫树上，离咱15条佛规讲佛教影上，拢在拢要甲咱讲觉悟。所以哪根基哪好的人，智慧哪好，内德哪好的人，他放下2个字，不是空口说白话。 伊会甲江山放下，咱好老前年5大牺牲是咱在甲推崇，其实对伊来讲，伊感觉就是需要，就是这样做。咱孔夫子讲看富贵如孤魂，世尊讲看着金仔讲哦，咱像毒蛇，是安那因拢有法度安尼。老夫子讲理我独有伊，伊拢甲全部拢咱像拢无伊啊。 啊，无伊啊，就是因为无伊啊，反倒等伊智慧哪显现，所以哪有法度啊牺牲？这一点互学感受到，其实若是根基哪差，毋免讲是内心的成分，外在的物件足执着足固，要放下，有时啊要放下，讲2点钟听班要放下，一个付出，伊拢有困难。 因为难割舍，无法度通认识到遐。为道而顺，要顺其又顺。哦，就是为遐日益向外学的，其实会捌哪济，知识哪济，但是这也毋是真正的智慧。 真正，才讲为道而顺，真正若修道修。